那讲到嘉义的东石，除了有真出名的蚵仔以外，迄带的生态嘛是真丰富。有一个来推动社区营造甲村落文化发展的团队，结合宗教甲地方的文史来举办行托的活动，希望互民众对东石有新的认识。伊标定向大家讲东石较早的故事，带民众去到地方的信仰中心找找历史，结合地方的故事甲强庙的文物。 要互大家用无共的角度来认捌东石。我是大人吼，用讲故事甲咱讲嘛。啊，除了这以外，就是爱有庙的吼，像遮有一寡老庙，100-200档以上的历史的，咱就爱对这个庙的历史吼内底去找一寡蛛丝马迹吼。安尼靠我都去了解讲大家征讨因的历史是安怎。就我是有兴趣的，所以我就想来听。那我自己本身在台南的话，也会多带小朋友去一些校外教学的活动啊，然后希望小朋友可以因此，然后对自己的家乡多一点认同感。推动村落文化发展的计划团队，用五川、港口川甲三家川做背景，整理地方的历史甲产业的演变，来保存地方的文化，嘛透过这个内容，想要替地方找到发展的机会。宗教有宗教的这个传承啦，吼啊，咱地方嘛是这种故事嘛是爱传承落来。真欢喜啊，就是会使了解这个老故事这样子，我会足欢喜安尼啊。因为即摆少年的较无咧了解这啊，所以我嘛感觉我有这个使命爱甲传承落啊。计划团队指出，伫庄口所在过去的历史拢无较正式的记录，拢是靠长辈的记忆来传承。因希望透过这种方式，先保存找到的资料，嘛希望带动更较侪人来重视庄口的历史，协助找出更较侪地方的故事。记者林伟霆，家己报道。